练来练呐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干脆换闯购的比赛好了。那你们因为係煎炸，等下會過款係嘛？煎谁奸诈？麻烦煎炸。衣服係自家做的开嗎？潮哎，五起讯，啊，走得起去了。走对吧？走得起你讲这句话可能办晚会没有哦。一、二、三。营养丰富，哎，他丰富哎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白跳。今日呢來到新竹寶山嘅特別，我來情報咯。還有摩山兩山總得來寶山。先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係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寶妹，大家好。啊，馮仁你好。還有盧子碧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。歡迎，好，馬上呢3點出來分享到今日嘅參賽者，我呢條片呢係表姊妹，分享到嘅春蘭記、老米人記，分享。來，慢慢。今天很走嘅高跟鞋呢。他都係舞蹈老師係冇？係咩？跳舞過嘅時，哎呦，我跳舞沒闖過，哎呦，恰。其他就讓他來上呢節目都很想要脫掉，真的。脫掉圍裙啦。來咱講阿姐闖過動厲害哈，那你一定有聽過我們藍隊的來賓哦。有。好，掌聲來分享一下哈，藍隊今日分享到係表兄妹哦，戚婉容到汪春菊。大家好。來，哇，阿哥闖過咪幾厲害哦。哦。好，可以來就大家都係同菜天嘅，而且市場本身就好朋友嘛，哈。啊，請認識咧哦。啱好。搶教一下到寶山有乜嘅好教好料好食，來俾大家講一下。有雙胞胎子。宋寶鸞嚟講，乜嘅是嘅水，是會叫宋寶鸞。真的假的？那我要去喝。哦，去喝宋寶醬係嘛？宋寶醬。好，咁春蘭記還有乜嘅來俾大家推薦一下？還有喺寶山水庫啊，有第一水庫、第二水庫啊。哦，給導演咩當獎，做得看獎係啊，當獎啊。當然依家有料啊。抽，按調查都有抽3個嗎？有抽3個。你想唱唱看嗎？嚇？你不要唱石頭才進步哦。唱3個啊。哦，我唱一些字嚟冇？好啊，都得啊。好啊，不唱。山高柳好那窗啊，又好柳塘那。還要唱嗎？好聽哦，真的好好聽。可以唱動悠哎，悠，哎呦，好溫柔，很像在拉那個絲，貓團體，哎呦拉過去。很厲害哦！啊，這樣子我們的婉容夠哈，你喉嚨會不會癢癢的？聽倒是有一點。哦，不應闖兩句，好不好？山過了長啊來呀，鬧練來練呐。好，謝謝。我們乾脆換闖購的比賽好了。啊，2位評審有這樣的背景嗎？唔係啦，他今年呢都同我獻上，我說都寶山嘅導演真係係，而呢個導演要同到一山，大家衝3個都對下邊傳到幾邊一樣嘅。春菊子啊，導演，問你這叫乜好食咧，好冇？又蠻好食。寶山必吃什麼？碰感吧，竹筍啊。哦，碰感竹筍。哦，今日其實來到寶山嘛，其實當到好食嘅東西做咧食。啊，到底吼來到寶山是挺愛食嘅東西係嘛嘅，加來看咯。好，馬上就會打開咧，幫大家看一下體育館嘅料理係嘛嘅了。哦，苦瓜。松柏拿苦瓜出來前，你是不是有馬上現吃啊？有，我們前一集是不是這個嘰里呱啦地圖該是有？沒有，就有了，對不對？記得松柏有上色咯。但是如果說等下要給熬年黑你熟食法，那你就生吃給大家看。好，等下看係馬上。如果很剛好又是曾經在你那一隊的。家就識幾條誒，兩沙強下選好咧。馬上來分享到也嘅苦瓜嘅牛年係劉秀蓮阿姨分享。秀蓮姐，哎呦，來，好
罗品酒，华丽登场，前面又做到暗讲哎。大家好，上次就是因为围裙挡到了，对不对？啊对，啊，今天做到暗所以再讲重来。不过人皮肤暗又暗冷啊，你有去填红山一条哦。如果去填红哦，要防晒啊，还适当多苦瓜，苦瓜可以养颜美容啊。可是我有个问题哦，苦瓜迄种料有好嘅話，加標準係嘛，佢有水度，也係要甜。因為一般瓜果嚟講嘅話，要有水分，要有甜度。可是沒有人苦瓜在講甜的。苦瓜不用。還是我問一下，就是它的長要蔥誒，也係推誒，哪一個是比較好的？現在哦，你下哦，凍到改良嘅啦，凍到改良，所以你也是選得很下煙，係好煙。因為我覺得我看到他很有眼緣誒，跟我身材很像。先來看下，好。呢度也吹蛇嘛嘅，哎，你不是要吃給大家看？哎，啱咪有大轉移，好啦，先幫大家傳一下，今年學阿姐帶來嘅，哎呦，哇，苦瓜菜排嘅冚可是爛要蛋糕要蓬蓬嘅係嘛嘅？跟火龍果一樣，哎呀，我有腌過。你也太用心了吧！我有腌過。有冇人按講？又冇種菜，又冇做料理。會啦，你客家摸嘅嗬，乜嘅東西都會做。乜嘢偷動？客家妹什麼都會。哎呦，你剛叫到他了呢。客家妹。其實哦，少年即係前幾日，今年動容性嘛，你看大家看到嘅苦瓜係拍拍嘅哦，還有嘅火龍果係風風嘅。對。你今天是有做服裝的搭配哈？拍拍嘅，然後風風嘅哈。好好吃哦。哎，你唔係苦瓜吧？這唔係苦呢哈。用真嘅哈。然後色咯。呢個凍條用煎卵嘅嘛哈，蛋香味凍葱。啊，這個睇個公款。不是。等一下梁祝哈，就是等一下起食嘅時間哈，來表態應該感覺好食嘅風景。一片煮菜，一片蔥散果。你做得呢，當享受哦，好不好？好，今日嘢就拿修煉機中要按針條嘅苦瓜來進行體管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蛋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第二個熱點呢，就是苦瓜，漳州的功夫戲哈。但唔過苦瓜呢，這邊做乜嘅料理？先來談看那風吹帶來嘅料理係乜嘅？梅嘅苦瓜。哎呦，酸甜甜咧。那非常嘅本人嘅其他，裡面你會撈到，可能會炒，可能也不可能，不一定哦。好。我有吃過那種前菜就會梅嘅苦瓜。還有食過嘅款口來食咧。好啦，談看一下今日咱出做嘅料理係醬燒苦瓜。哎呦，而且那個做嘅風水講出來醬燒。兩組湯起來呢，都當好食到熱天的時間來食。開始㗎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。我確定哦，馬上來就來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咯。好，先來看下導演咯。好。各位同你有聲音哦。但我用整的係嗎？係。用脆嘅啊！人家苦瓜有處理過嘅係嗎？因為要滷過咧哈。唔係，該因為脆而半點讓仲叫苦瓜當為入味。哎，其實今年你們的題目係講梅兒哈，但是唔單講就梅兒，還有個誒咩鹹菜乾係嗎？鹹菜乾，梅乾，這是自己做的嗎？係啊。哦，就香哦。梅乾啊，冬香。那感覺要出菜應該當真。還有菜頭哈。冬瓜。冬瓜。因為它一定要冬瓜，安樣哈，安尼梅乾按磨起來哈，就會它有增加啲甜味。今日做法咧，係民主姐家講嘅係做乜嘅做呀？用冷排呀，還要用整呢？用整呢。因為那苦瓜要先煎過。兩面煎過，它就會走出個苦瓜的香味。然後就把那個梅乾鑲在上面去蒸。鹹菜乾係弄到苦瓜，那比熱梅。是跟風一樣的做法嗎？對，產豆。苦瓜風係嗎？苦瓜風啊。係類似係咁樣。你都係用乜嘅東西嚟醃起來？
不是按样放在上面给它蒸就可以了。哦，就是拿的时候要小心的意思。应该苦瓜系做个器皿啦，系冇？哎，做盘。哎，好，我们等下回来看哦，等下先逼掉。好 ，OK。哎呦，你睇呢個其實每次人就入狗了哦，入埋東西，落台個講一下。有蒜頭米，有胡椒粉，哈，頭油，這樣它有點米酒，很簡單。我有加一啲梗係風葱條。哦，係加啲風葱。不過水裡係唔係加風葱條？你看，我們那個小魚乾，小魚辣椒，五步係嗎？五步，炒條鮮粥，炒條鮮炒辣椒，做得緊講緊做係，緊講緊做係。剛剛個先同過啊，先煎過啊，要先煸一下，啊，先同過。哦，因為先同過，好咧，變過。我們這個最厲害，來姐姐，我們這個可以做啲 Kiki 咯。我媽媽很喜歡做那個白苦瓜涼拌誒，然後她每次做的都脆脆的，像苦瓜涼拌，我做的我先同過嘛。一天會同過。有過泰國冇？唔是泰國。同過邊陣幾時唔會？冇加油哦。阿姐，等下，阿姐冇加油哦。阿姐，您平常時係做埋條路啊？我做跳芭係會計退休。會計啊？跳芭蕾。會計，跳白啦，跳白，咩跳芭蕾啦？哦，哦，你下煸蒜頭之後，蓋牛就會加落去。加落去後再把它撈起來。我們這個是蓋鼻牛，也係蓋胸部牛。雞胸。哦。所以雞牛係用炒嘅。先炒起來。哦。等一下，唔可以降低個調落啊。唔可以撈起來。哦，撈起來。好。哎呦，很香呢。很香哈。哦。阿哥咧，今日負責哪個事情？業主說愛幫廚啊，幫廚。啊，你等一下記得不要摸眼睛哦。哦。因為你剛剛切辣椒切太多。好，等下張都做了。英服係自家做嘅。開頭你起去啊，走得起去啦。走得起去。你講這句話可能傍晚會沒有哦。蹦蹦嘞，姜麻卡，姜麻嘿，Hello 哎，這個是薑黃嗎？薑末，那個比較有味道，比較有味道，它有香味啦，都肉姜嘛，肉姜嘛，姜先比別香一下，這裡嘿，你出出係馬啥想出來呀？很矮，你想到哎，所以你蛋才會傳過哈，對，自己想出來的。阿不還有吃粥糕嗎？有誒，哎，有粥糕本不講顏色啦。哦，記到嘅啦，即係咪係可以去先變下去咧？用炒過之後吼，長大落去脆嘅嘛？咩，這個還沒有炒過。炒給它香啦，嘿。你點我隻好來？有，我愛筍河嘞。筍河可以用是咩？鋪到苦瓜是咪獨獨河？那像這種鹹菜乾，它是要加湯嗎？沒要加豆喎。我攞些湯。還忙。有些人會加米酒係嗎？應該好少吧。哦。這個是冬瓜。冬瓜。誒，冬瓜怎麼解會切兩種嘅馅啊？啊，挑選看哪種切法好。做實驗啊！哦。咁因為根本還要做過咧，不怕還蠻實驗哦。因為冬瓜表落去，按樣啊，它的冬瓜就本身有甜味嘛。放糖用下勺子做的，唔是比較多。睇你鳳姐會老鳳姐蠻會切嗎？該蠻愛。而且如果沒有猜錯的話，記得有咩蛋酸嘅甜椒，那個算應該是水果椒。哦，應該。它水果甜椒。對，那賞識是多的。好甜誒。那該菜係嘛？該菜啊？這個該係鋪盤的，鋪在盤上面。好，我打。我哋狂雞片落嚟。切這樣哈。誒，你要苦瓜先冰鎮。嘿。哦。按樣長嚟切哈。按用埋個燒，頭油燒啊。頭油。我們的醬燒的燒是頭油。頭油，醬燒的頭油，嗰啲五腐。哦，強下落去燒好咧。那我們的五腐基本上是會凍辣的吼，香加嘅辣椒唔會強辣。唔會。哇，辣椒會一度誒。你要炒雞球，要熟就好咧。熟就好咧。所以要全熟係嗎？因為要得
炒焗唔是安全。哦，所以你要愛標嘛嘅咧。你啊，第一係炒苦瓜咧。炒苦瓜咧，一烹佢真你嚟嗎？係。一係炒純熟嘅。係。所以等一下攪攪可能是好的。啊，你啊，不係自家做的嗎？炒誒。你炒誒？自己炒的，用辣油這樣炒嗎？買香，可以看看嗎？好，可以，你起勢。啊，走得起去了。走得起。你講這句話可能傍晚會沒有哦。還有啊。放7分耶。你們專業的，你們比較挑嘴幾款。好好吃，嘟嘟好來。哎，動用哎，這真的慢慢吃，等一下拌完什麼魔力哦。好。唔講你吃啦哈。唔講。好，我哋先狂雞片咯，哈。好。好吃哎。阿姐，咱水吼，剛才用該部的哈，就是把評審收買的。哦，安樣啊。不要忘記了，我們這個有沒有？湯菜乾。黑七嘎粥哎。而且我們還有歌聲，還有美女美腿。哎，阿姐應該係傳過前景後堂誒。前景嗎？真的。哎，你有冇見出水嘅感覺？哎，我剛好有放點水。哦，咩加酒哦，加水。哎，所以真的沒有人加米酒係嗎？因為水加落去啊，給它燜一下，那梅子呢？什麼時候放？我已經放下去了。梅子放下去它才會出味。啊，跟冇要切過麼？要貴地直接放。這樣子做得，因為我該地位直薄的嘞。胡子啊！要整幾久誒，很快死好嘞。很快啊！因為1分鐘能死好嘞。哦。大概3分鐘死熟嘞的。啊，等下睇個起司嘅需要切過麼？唔使起司的。故意挑食的。故意挑食。你是按煎掉落去。煎啊。苦瓜配啲啊，按樣嘅東西。我覺得它吹過之後哈，看鹹菜乾嘅這麼。長尾葉嘅苦瓜多。對。還會入味。你做冇用從家真正按樣變下嘅。哦，很好認真嚟啊！該要放豆種手法啦。哦。去改上法啦。好，先按牛肉。好，狂雞片咯。好。哦喲，係炒好嘅意思嗎？哦，驚喜，哦，好好吃哦，這個。那我們現在聊下炒馬。你做得講下哈，啱啱對。不是管雞三三。碰面食啊。哦，苦瓜咪係糖果也係炒過哦。係。哦，炒不應熱門啦。這個好好吃，我都會買冇。冇呀。這個不好吃。很好吃。啊，這個辣油加下去就對了。加。哇！我要俾我一夾夾就好啊。係。不是不給小狗煮一下。哎哈。煮下。然後個醬燒嘛，會入味。對。那馬個需要會用嘅蔥啊，等下差唔多，等下起鍋人來。不用起來挑梅嗎？對，加啲湯，加啲蛋，加啲胡椒粉。好，我哋狂雞片咯，哈。攤咗呢一道哈，成品盤啲啲哈，好。哦，你要準備要打開來咧，哈。哦，見證時機嘅時刻咯。哇！兩隻推翻，兩隻推翻。可是加牛肉曬枸杞啊？誒，做得。咁盤呢過來掉麼？咁盤呢按那過來掉麼？哎呦，不平哦。有冇見裝啊？哇！呢個哈，慢咯，就好啦。等下跟下輩嘅面唔會打餸哦。唔係，等下黏落去。黏落去。安樣是差唔多咧，哈。好，倒數漂亮哦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嚟試試看下鐵管地度內部開米絲烤好食咧。好。底下嘅苦瓜呢，我攞佢變做太人細緻度好食，底下就會一件困難的事情了。因為有的人就會講這種苦味，可是呢，我們用了神奇的魔法，底下嘅拔杯的方式，啊唔錯講，底下地度，等一下睇下試試看有冇味道。佢要加熱少少嘅湯哈，係要花梅。好嚟試試看啦，嗬。
哦，有感又好吃，又甘又好吃，嗯，口吃。家里嘅花梅正经系画龙点睛，有啦真的真的。哎，假是摸到会差冻豆哦。真经懂真的。都家里嘅苦瓜冻肉诶。冻肉。关于阿公吃豆娘白。好吃好吃。好吃好吃。真经冇 Q 用哦。不甘。个人有食到嘅花梅味道冇？有啊。有啲梅比提些有甜味啊嘞吼。有試過安用嘅做法嗎？苦瓜嘅做法？糖水啊。哦。冇試過。我們是兩區。來吃看吶吼。懂好食咯。未懂針對嘅用干食啦，哈，你用西沙做朋友，一整年都有好食嘅。我感覺我哋讓嘅可能會讓嘅部分係講。佢哋嘅苦瓜真係凍切，佢就雖然佢哋用嘅係用布用，我是去到凍切用嘅那個後腿肉、雞腿肉，唔係凍油啦。哇，呢種煮都本身係冇上到嘅，而且呢都老客家呀，就精神變落去嘅，像而家都滷嘅肉啊，湯講係用油蟲落去，都很用心。緊張嘅時節真係多誒，連我都吃到緊張，因為我吃家冇辦法給停，兩組我都吃到十分的厲害。先來向齊師傅搶本輸。嚇！好，唔怕，你下看一下啊，邊個？哦，搶手嘅哦。齊師傅搶公平。要不本兩片愛上嚟講吼，幾個動有創意，幾個料有啊。泡菜要跟冬瓜吗？它有合到味道，真的，加那个梅子融合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啊，有落去脆，炒過有落去脆，撈個苦瓜的味道有更加有層次。真嘅，懂真的。懂真。啊，我冇半兩片，幾個醬燒，哦下燒。對，幾個苦瓜下摸個梅頭啦，係安啦。冇麻辣。係冇辦法。係。係咩調料係豆豆啊？咩？咁啲燒下燒到收乾。好。啊，邊個咧？講聽一下。一些片正差事的都該我處理的，你啊片該講過你啊苦的吼，梅頭很有時候咧怪唔過。你啊頭其實哦做得到咧凍瓜的比例一點點用苦瓜，因為很會石頭好多的苦瓜的梅頭。我這邊咯，你會用配點是就要梅頭冇會變到，伊係兩片係半塊落去梅頭去，其實像凍香啊，兩片像做凍，實在是正常咯。用半斤到苦瓜，然後你會挑梅夾起落嚟。好，所以各位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到冇苦瓜這變化出按有冇腔嘅料理哦，轉去不卡來吃做看啊！唔過呢，三下來看一下齊師傅帶來乜嘅4個料理，我教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今日齊師傅帶來4個料理係乜嘅菜名咧？苦盡甘來。苦盡甘來。豬肝啊，苦盡甘來，大家有苦盡甘來的感覺嗎？咖喱哦，今天總得學了哦。是啦。1、2、3。營養豐富。哎，加豐富哎。飯書本剛剛包覆起來，啲嘢血水因為一點流出咯。啊，這邊汗水一直跑出來。聞下飯書。這個還是菜，然後係苦瓜，苦的部分啦，哈。啊，然後係豬肝，啊，然後係紫洋蔥，啊，然後係香辛料，然後青蔥，然後係乜㗎？蘭蒲兒，蘭蒲子，薑絲，蒜頭，辣椒，粉呢？然後係番薯粉，好。一個野味鋪盤，我乾的鋪盤，我用嚟做，這樣唔會硬膠。上次前輩就講，齊家那裡炒，好，看清楚，好，米酒，加米酒去腥味，去腥味。哎，我這次很用該鋪味啦，哈，所以你要便宜粉，咩片番薯粉，用緊重的啦，哈，那老師，我剛剛講的齊家那裡炒走的嗎？它比較容易把那血水會走出來。好，你油溫夠了哈。好，來，生意哦。那這個不用粉啊？不是。然後浮塊強下下去，
刚刚有温暖吗？等下试看咯，哈，等下试啲咯，哈。古说，太刚刚提出个有讲时间把阿没问题哈，等下滴最好可以2锅同时进行的吧，就做得抢到时间。哎呀，好夹。那个紫洋葱、老葱哎，不要忘记炒炒啊。其实他们现在2兄弟就在表演，如果当你们一队的时候，可以怎么分工合作？对，做啲款哦，凝俊款。对。哇，副瓜这么好剖啊？剖本机行用对。哦。那会剖够膜和腹吗？你要吃比较摸完服油，你可以让该排脓又要去掉，排脓。啊，怎么个用吗？会切丝啊？切丝搭配它鸡啊，挑油啊，一样协调。哦，也系破布子。啊，今年的苦尽甘来怎么个橄榄布子啊？因为从爱条煮甲苦瓜又用该破布子咯，系下添。哦，干呐，哦，点水，哎，喝加水哦，像人家外面蓝布子，你要炒一个酱烧的意思强咯，安样吼。人家外面蓝布子咩又讲，还有那个它蓝布子的酱，嘿，酱滴滴薄的，啊，你还甜酱油，老该一般的酱油弄红了。日式的薄盐系吗？甜酱油。你之前还有哪个松露酱油特别符合我的喜好？有哈，好，也是。哦，多落去。还有创意哦！你等下是看该主管不用么吼？要不要加胡椒粉？啊，没做对啦，你好吃的啊，好吃没做的该低调吃。胡椒粉哦。胡椒粉拍的我们客家人都是讲胡椒粉，没有人在讲胡椒粉。然后如果更正统会讲胡椒粉，那是海陆腔哦，海陆讲胡椒粉，差不多了哈。这是什么？pan了啊，好，那起下梅头。老师，那你刚刚讲这个也算酱烧吗？那怎么样才可以快速收汁？是开台佛呀？冇，从爱掉，爱掉该主管就表嘛该拌出粉头啊，啊，佢会慢慢释放淀粉质出来。好，从安源是差不多嘞。我感觉好棒哦，真嘅农站对哎。所以观众朋友看下导毕业了，英个车工，哎，这个你也做得到，真的。重点到，对。还是完成喽，苦尽甘来。按钮就后 C 喽。其实不了嘅苦尽甘来，父亲赶来。等等呢，主持是都先来做题目。好，题目是锣鼓硬硬讲，苦瓜水苦脸皮实，甘蔗水甜爱肥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乜嘅咧？A， 什么意思？逆来顺受。B， 欣赏他人的优点。答案是 A 还 B 咧？好，先来，忙我先题目，先来猜拳。猜拳马上来，哎呦，阿哥来，猜拳来，猜拳。哇，这个跟肌肉没关系哦。电头上跳步。哎呦，让谁先 A 呀，先 B。A 逆来顺受。哎呦，系么？系么？好，那老师来先 B 咯。好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就这样，公布答案。好，公布答案咯。答案是 B。俺是 D。你答案是啊？因为看个字面上意思是讲欣赏他人的优点嘛。哦。我来谈看一下啦。看你摆左边意思啦，好吗？好，你说的。没问题。好，那你随便讲。好了，莫认真讲。这句话意思是讲有啊，苦瓜虽然苦，没做得脸皮强下实；甘蔗虽然甜。但是该甘蔗渣总得写，这句话是要懂得欣赏他人的优点哦，所以答案是 B。耶，很低的哈。我们苦尽甘来了。啊，我们有苦尽没甘来，没甘来啊，还没尽啊，代表苦还没尽。
该主管看起来就冻卵呢。我舍不得春菊阿姨，因为春菊阿姨一开始在说话就说她是我的粉丝，我想请她吃。你要请她吃苦的部分还是干的部分？都要啊，一组的一个 set 呢。哦，一个 set 哈。你要吃啊？1、3、2一个。好。哦吼吼吼。冻香吼。很香哦。我先是苦瓜哈。福气。好。哦，苦瓜泡高高哦，冇错讲，加口感又变呢。迄脆的，也迄嫩的，也迄。有一点像跟乳沟的瓜诶。乳沟的，脆脆的，脆脆的，脆脆的。对。啊，大家有讲落了没有？苦瓜都是的哈，你要去干哦。干，有人早就干了。好嫩哦。因为我先苦了。然后你们爱的节目提白走该干的了。很嫩呢。啊，春兰姐嘞？我感觉系了食了哈，大量晚饭。好，我们这边要吃晚饭。4碗已经定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这边要吃饭吗？我选生菜。哦，啊，师傅公款。你这几间梅头啊，唔会帮人起台咧，白香的梅头牵过去，对咧，苦瓜的梅头，那猪肝的梅头，它又个别村又凸显出来。全部嘟啊！那我想问，你要猪肝吼，该狗粉该用意的嘛？该啊？你的用意是讲，从爱到底下捅猪肝的细节里啊，佢而家血水会一直跑出来，用该半书粉给它包覆起来，佢的血水唔会一直流出咯。而且你们要看嫩吧？会看嫩。啊，你说血水跑出来，啊这边汗水一直跑出来。那就是没有做到番薯粉。问下番薯粉。好啦。好，第二次料理经营等于创意，各位观众朋友都不卡做了吃周宽呐。在主干的部分呢，裹一层番薯粉，过后落去泡出来过落去炒，米头又冇香，而且非常的嫩哦。不过呢，头前一毕业后，还要养一发朋友之间的厮杀大对决喽。混共哦。杀好了就不要留情面了，大家呢，周千老娘实地拿出来，马上来进行最杯米馆挑战。料理逢6點。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誰來上菜嚟？好，又來到了料理逢6點嘅時間啦，這是我最強嘅一關。啊，菜色的話全部是功夫嘞哈。像我這樣我就吃到不愛。但是今天這一道其實我很想學啦。對，因為冇相關呐。我很想學的這道菜，菜色黑馬蓋。哎呦，按照麻婆批卵。麻婆马卵。马卵。那你要選出。所以換的是這個婆婆是嗎？換婆婆嘛。對，放一個媽媽吧。麻婆。我看一下哈。張伯謙先給你先選。好，馬上有生手。啊，這個先來咯。我已經先選。我快命運咯。蒙色嚟係嘛？蒙色嚟。好，好啦，蒙色咯。蒙色嚟。蒙色嚟。麻婆1、2、3。營養豐富。哎，他豐富哎。愛東好些，不過麻婆嘅雞佛怎麼做啊？我跟你說，伯謙，這個生吃最補。你我被講。哎，真給真麻該不麻該哎。對啊。那我先問老師，真的嗎？吃下去，吃下去。試看看。哎呀。好啦，哎，等一下你們的更好笑，說不定。其實我很，不要先笑我。我很喜歡那個，我真的很喜歡那個。還有，莫先小奶，莫先小奶，來，姐姐不會來張，紅色，麻婆確定了，1、2、3，因為大概咧看下，唱這係嘛嘅？唱這係嘛嘅？睇個上看嗎？好，很可怕的。 1、2、3。有嘛嘅？不會演哦。好對了，好對。我覺得算是，我們這個算好了啦。那年哈，你也是在那年啦。耶！剛剛你是不是說要給我分一個？我聽到。需要嗎？我們需要嗎？
需要。不用不用。给这个很好，你看我们俊杰拿到那个给听哎，动小丢这个好，跳跳拱哦，我们用一半就好，剩下来他带回去晚上吃。好，马上就来进行水杯谜馆挑战喽。好，这水杯谜馆呢有关麻婆内底嘅料理，大家除到食材冇扣用，而你係麻辣，你哋會係嘅黑輪。我呢輪呢都以後發表哦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。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搶開始咯。這真的挺難的。你自己比較喜歡吃哪一邊？黑輪啊。開什麼玩笑？一個是麻蛋，一個是蝦蛋。我哋係要狂應做過咧，不過咱水係冇狂應做過嘅。想問一下你們的馬卵，等下嘅處理嘅風險係嘛解？cái má vẫn sen chiên gì hả? Ở đây姐姐，關於個問題，姐姐，因為吼，你個底都幾油油，我以前湯高張剪嘛。它的提示很明顯哦。不是，九百啊，九可能幾會做啊？有點下豆的，我是想用番茄樣嘅。對對對，安樣好香。哦，那你們因為係煎炸，等下會過款係嗎？煎炸。誰煎炸？麻煩煎炸。我過款嗎？冇過款。哦，直接當係熱。嗰幾有款嘅。嗰邊啊冇到嗰種誒鳥落嘅，安樣下鳥。煮嚟先至鹹會行硬絲咁樣。我覺得太具象化了，可以加一點顏色，因為它虧了個醬。所以唔是用該拍的哈，確認一下。因為兩開不開又足夠。哦，厲害厲害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。大姐，嘿，我講哦，呢個嘅講要加片米粉抓醃一下。你還沒用中國用酒啊？為什麼不行？哦，為什麼不行呢？不是啦，我是想說我們也來學習一下。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嗎？我來講啊，就哎，老師，我想說這個狗肉做得先加個醬，先滷一下嗎？不用，炒煮做的。好，直接炒哦。嗯，那直接。不是通過。我用米酒抓醃過。特別哦，這個有米酒抓醃過。這個。哦，那狗肉呢？狗肉你要炒嘞。不是有沒有入狗？直接炒。哦。啊，你還要做乜㗎？等下你要辣椒醬啊，不要撈一塊。哦，先炒狗哦。你要把它弄邊邊哦。可以廚師聽數哦。唔是麵吧？唔是麵，他即刻乾做麵做得來啦。用個誒啦，其實未當像豆腐一樣嘅方式啊，是攞嚟口感會。你是說哈樂像豆腐嗎？麻婆豆腐。我覺得他在罵他的感覺，罵雞的感覺。所以你的哈樂像豆腐。條腰好咧，條腰。條腰。睇你乜㗎？等一下，湯。那我們剛剛的那個雞佛哈，除了蓋加米酒，還有加埋東西嗎？冇愛加米酒添。哎呀，呢個未用煎未啊？冇愛加米酒就唔會煮多啊。好，等下倒咗落。好。啊，香燒油誒。哎呀，咩講要煎炸？香燒。你們一點都不煎炸哦。啊，你要愛高粉麼？幾個唔是啊，我剛剛有問過，幾個唔是。阿姐，我喺度討論一下戰術，然後喺度兩種好嘅話，等一下做先來編一下嘅蒜頭啦，這個也得，個豬肉就再來搶幾個戰術。哦，是啊嘛，也係冇。醫生姐愛搶幾戰術？切家煮未做得啊？好，切家煮做得。哦。讓他拍一燒掉啦。燒掉啦。那我們就120秒了。沒有，我是120秒這樣子。不要太差。好，加油加油。嗎？誒，跟炸香個表了未咯？你也拿來，你也。辣是好嘞啦，咪唔是全部變啦。係啊。唔是變嘞。啊，唔是呀。嗯。這樣倒那個。哦，就見好了哦。這個這樣子已經有印啦。哦。又硬嘞，其實冇炸過啊。好，來恭喜。就搞到快3歲了。很好。怎麼還有加水啊？沒煮好。是不是有點像魚香茄子啊？
那我们该下就该挑米，除了就调酒之外，还去干嘛？汤哈，汤一点。哦，两下是冰下去啊。哦。那我们这个本身就绕开米酒入口。我觉得太具象化了。哇！可以加一点颜色，因为阿亏了会咸哎。会。叫啊，等下今天会。我大概创了。刚才用帮人看又熟还冇熟？转拍。哦，还有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好。好，我去就我那边。哎，你们不要用厨师帮忙我吗？我们等下最后那个试吃味道的时候，不能师傅起款。最后。好。那你们要吃到60秒。最后，好，我狂改变最后。这个是怎样？哎，你要什么？那我关掉还没夹起来。哦，他们夹了啊。哦，夹到一半的意思。夹到一半，就夹不出来，我闻到辣会咳嗽。啊，假使就调小尾照照啊。那个酱油拿给我。猪肉芒炒的哦。没关系，那等一下我再那个。用芒炒哦。又炒嘞，芒料也炒。哦，用它炒系吗？我给它焖一下才有香。哦，焖哦。放一点点，要放一点点就好。对，还要放一点点水。好，我讲嘛，要一点点。红泡较大条啊，我觉得。对。我加水耶。嘿。好，别坏手，这样可以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然后焖一下。再给它焖。哎。盖子要吗？味道不用。鬼儿。不用，我火已经很大了。这个呢？那个等一下，这个好偏雄，先弄才放。那你们这个打算怎么让它入味嘞？等一下一起啊。等一下，这快好的时候翻炒几下，然后这个放进去。哦。对。哦，所以不是用该拍的哈，确认一下。哦哟，不是哈。因为两爱不卡又成功。哦，厉害。好，啊，咱就用一下拍的嘞，我试看米丝的哦。好。那这个很简洁。哇！哎，看出来哦，有几分像哦。啊，我俩好，我请师傅来试看来吗？好。没有很像。对，好了。对啊，实累啊，实累啊，差不多好累啊。不是用该拍哦。哎，不用嘛盖，还能不用嘛盖？不用啊，所以也不用其他人来试看。是啊，你起个起时候嘞，来，二七木条吗？我觉得小队长要先深呼吸一下，两边都没有用，他们都比你会主动的。起过来哈，好起过来，左边哈，好，来，左边哈，好，来，倒数，倒数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那最杯米一罐，那部卡张系你的猜中谱嘞。好，呢個麻婆呢啲嘅料理呢有黑卵，還有那個馬肉，對，好，先來吃看那我們是仔嘅，好，比較素一點，好，來。好，大家來吃看那哦。米絲同針對嘅。下面剪都幾好啊。好吃。哎，好吃哦。對啊。插盤嗬。難怪該下吼，秘境接講啊，死個廚師幫我了吼。哎，你嘅高牛係沒有不用麵粉，哎，那個白粉。豬肉，哎呀，肉比較嫩。有發現到高牛當潤嘛？一六個高牛就先如果個便宜粉抓醃一下。抓一點點。哎，我偷偷問，可以再吃一點點嗎？請運動向哦。等下鬼排不是？好。哎，你盤子留着。哎，應該是凍箱裡哦。好。因為他很喜歡吃皮蛋。好，兩下碗該哈軟的哦。你更喜歡吃的。對，第一名。哎呦，好軟的麩肉。哎呦，很軟。根本是出綠意的呢。我呢個高牛雖然冇用個便宜粉入口吼，冇像呢個好嫩吼。不過我們因為最後有拉勾芡，所以把溜啊用。呀，這個跳難的啦，沒有，真的是太難了。而且呢，用嘅都做得懂後，麻婆迄個夾嘅麻辣的部分要把握到都會懂真的。馬上來評分呢。好，齊師傅都帶你好黑卵，也係好麻卵呢。馬上搶本成績。哈？有麻喲，不是個人喜好哈。好了，兩下團看一下，盧準備盧師傅搶分數。喂，平手。哎呦，
呛公平。好，咁摸半两片哦，我一直讲吼，从鸭肉啊，它菜点摸嘛个熟，去到扭，有没有去到扭的时间摸熟？它大概差了再加2分，它就熟了，吃下。所以我记得炒时咧，我讲，你得爱用水么？用水我滚的时间，放去洗一部滚翕黏的时间，让炒该麻婆酱落去炒拌一拌就可对。是正差到汉菜店啦，嘿啊，我无半两片，因为你看哦，这条酱汁熟就冻好，啊，不过我蛋肠是咧绞肉是咧冻好，啊，不过我要配个皮蛋上有煮好哦，吼，所以我条半两片。唔怕，真紧唔怕，因为我讲因好食个地段黏的，系啊，唔怕，同款下准备师傅。两片吼，只会讲正差落去个，学煮好9点，某时会加一点便宜分那种，遐就做出来咧勾芡的那种感觉啦，然后炒麻婆的感觉，冇买香浓，了到边吼变炒肉碎的那种感觉啊，嘿，都像麻婆遐酱一定会。有咧做咧像勾芡的感觉样子，你会讲用豆腐一般，你讲无法煮用豆腐时间煮的样子，黏样子，哎，所以是正常都煮了好的酱料遐度。好，成绩出来的，今日呢2-2，2组平手，恭喜！哎呦，来风水得到1500元的加菜金，恭喜！好啦，今日未系只为平手啦，咱准备做得到2500克嘅加菜金，恭喜！好的，迄平手，因为人家时代下阮家就讲，我用个3啊4啥都会好朋友，我用有先讲好势无，拄好安样平手，最好的结果就会安样。先请米珍记老大家分享一下了拜参加的心得。了拜有了只机会哈，当欢喜来参加，所以我就了红子哎，我的凉衫是打扮这样来来。好，真嘅懂讲，懂用心的打扮哦，而且脚都不会酸。懂用心真嘅。错啊，很水得了啊！要帮你煮会好色啦。被表现都懂好，不慌不乱的。恭喜！谢谢大家。再来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了拜参加心得。我了拜来哈。我知道了，很值得我们考验，很好。我都对不卡也是当温研究完了到东西，所以我当欢喜来到了节目。按是蒙太噶，恭喜！而且呢，汽车工程业家头都等于上班出厂，男主没 Q 哦，完全没有用到厨师帮我哎。动难得了，今天动小款都安用哦。然后问一下，我哋阿姐吼，春菊之后咧，大家讲一下，今日你参加有咩感想吗？谢谢制作单位啦，安徽平台，我哋调查嚟分享啲安徽嘅美食。挺欢喜。提这排做了鸡佛的料理嘛？我第一次做。做到安好呢，真的第一次。哎呀另外剩下来的半碗有准备带回去吗？好了，做体了哈，今日冻放起都咧放样嘢哈。阿哥，我大家讲一下，我用全国的奉献吗？也系用讲的奉献来讲。谢谢。新梦咧继续等备啊，本来的机会本来就来表演啦哈，来献上一首，尤其在梁上嘅开出世啊哈。新梦呀，新梦。兄弟啊，聊些技巧哈，我们阿哥每日得到东西啊，客家的辣椒小王子全一嘞，没有得到这个头衔没动火啊。好啦，2组呢真嘅哦有挑战，不过呢都已经把它顺利的完成。大家今日没有学到新的料理，大家都不卡做得了吃做饭哦。看到佢时沙安用哈，全部用到该拍的哈，厨师帮我，该取回自己的日家自主。所以那篇汉语吼非常厉害嘅日家自主，大家来报名参加哦。冇唔错，一家之主，等你向下来报名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